是就是全部都是原住民语。接下来这首呢，是一半一半的国语，一半原住民语，一半的歌。我先从原住民的唱一遍，然后完全翻译成国语唱一遍。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呢，小时候发现的老人家一些很奇怪的行为，我们就把它编成了一首歌。